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鑽石爸爸嘅 channel。咁啊，今日想講下關於人工智能泡沫，究竟邊個先係最大嘅受益者呢？另外一個咧，香港嘅居屋政策大轉變，限轉售由15年 drop 翻落10年喎，咁有啲咩影響呢？鍾意呢個 channel 俾個 like 啦，同埋 share 俾朋友仔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而家 AI 個熱潮席捲全球，但係我哋咧就見到好得意嘅現象嘅，好多咧底層啊、基層咧都好難喺個 AI 度攞好多嘅經濟利益。咁啊，剩翻咩咧？就係頭嗰2%啦，都係。咁啊，點解會咁嘅咧？咁啊，嗱，老實講，其實都係一個 good reason 嚟嘅啫。咁啊，好多裁員啊，或者成啊 cut 人啊，其實都係講定，我哋要減人啦、成啦，係咪真係應用得咁多咧？咁啊，當然有啲大企業都會話唔係好想淨係用 AI，但係佢會發覺，如果唔投放資源去研發 AI 幫手咧，自己嘅公司個效能越嚟越低咧，連公司都執埋，所以咧就被逼行上呢條路。咁但係人工智能究竟係咪泡沫咧？嗱，係咪泡沫咧？老實講，就呢一下咧就幾難 define。但係肯定嘅係咧，已經好多人受到呢個 AI 嘅影響咧，就冇咗份工嘅，係真嘅。嗱，好簡單，你發覺惠康或者超級市場嗰啲收銀姐姐越嚟越少，剩翻咩咧？就係好似個 IT 部門嘅主管咁，有個人睇下啲機 work 唔 work，或者幫你嘟翻啲曲咯。咁啊，好明顯嘅一個現象。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香港居屋改變呢個政策，由15年咗到10年，代表啲咩咧？咁啊，阿差都知啦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個樓市差咯，本身驚你炒啊，就15年先俾你放，而家冇啦，10年會唔會之後變做5年咧？呢度我答唔到，但係可以俾個資訊大家就係，原來咧賣出街嘅居屋咧係1年咧有差唔多去到40幾萬間，但係原來咧真係賣到喺自由市場，即係補地價啦，去轉嘅話咧，你估下幾多咧？原來得1000零間嘅啫，即係得0.3%。咁啊大鑊啦！0.3% 意味啲咩咧？其實你好想啲人逐級漲，但係其實好多人唔好話買居屋，可能公屋都唔想搬走，都係躺平。你俾我舒舒服服就算。因為咧呢度蘊含一個問題，就係大家都見到，70-80歲都拜拜㗎啦，係咪先？何必要咁辛苦咧？咁啊呢個 spirit 咧，其實已經係無論即係都唔可以話淨係後生仔或者老人家，全部都看穿咗呢個道理啊！咁所以你話用幾十年去通嗰個上流階梯係咪仲係咁吸引咧？睇嚟呢個時代資訊咁發達咧，就唔係啦。咁所以回應翻第一點就係話，個 AI 泡沫係咪真咧？如果佢仲係要搶埋人哋啲工咧，咁你而家基本上嗰啲基層都可以，即係真係有機會拜拜。咩意思咧？就係佢連翻嗰少少工都冇。咁究竟最尾會唔會變咗做大鑊飯咧，或者係再大鑊啲就係全部都係政府去救助啦。咁拭目以待，因為呢個方向其實都幾明確。但係調翻轉一樣嘢就係咩咧？反而依附住啲大企業或者係啲 finance 嘅行業去生存嘅都仲有空間。但係如果連嗰啲投資啊，或者連呢啲行業都冇咧，淨係靠技術，即係當然唔係講緊啲好專門嘅技術啦，係一啲大眾嘅技巧咯，唔可以話技術啦。即係例如可能係司機，即係老實講司機或者即係收銀，好大機會係人哋都唔可以話 AI，只係個科技越嚟越先進都冇。咁的而且確嘅，你諗下過去嘅幾百年都好多職業相信已經係冇咗㗎啦。咁啊，同樣我哋而家面對就係呢一個問題。不過今次嘅時間線嚟得都幾恐怖，係因為由 Covid 到會以為經濟 rebound 到而家美國政府停擺，即係歷史上最高，到AI 取替大家呢啲嘢連埋個 combo 個 impact 俾到大家咧，係唔係咁容易諗到去到邊咁啊？所以的而且確要拭目以待。咁啊 Patreon 裏邊會 update 翻新嘅片，咁啊關於一啲咧而家香港各行各業嗰啲老細啊各樣嘢啊個運行，咁啊究竟行到去邊咧？有興趣朋友可以支持下 Patreon。